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当西餐遇上客家菜，究竟会蹦出什么好滋味？我这就带大家来瞧瞧。文兴哥你好，道玄，在煮咖啡吗？哎呀，这不是咖啡，这个我们是用咖啡 espresso 的方式做这个很特别的客家的酸甘茶。Cheers。味道好浓哦，非常香，然后非常浓，然后而且它的那个酸味啊，它都停留在那个上颚啊，我觉得那个酸味刚刚好哎，好好喝哦。这个的话，这个是几年的啊？这个从我爷爷辈做到现在38年了。38年的酸甘茶，我第一次喝到就是38年的，比我自己年纪还大的酸甘茶，喝起来也比我大，也比我大，也比你大，特别有味道。是。想不到在品尝美食前，热情的文兴哥就先给了我一个小惊喜。听他说着过去在台北从商的生活，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毅然决然的回到家乡开设餐厅。只要是假日要舒压，我都回来苗栗这一个好山好水的环境，种花啦，种草啦。其实也是想念家乡的这个味道。对对对。我觉得客家人就是这样子，在他乡工作，久了以后呢，回乡就是一个充电。因为我们在客家庄嘛，我们结合一点当地的元素。这一道呢是带骨的热眼牛排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菜做在酱里面，跟梅干菜一起。是传统的那个梅干菜。这是蒸过先蒸后烤的猪脚，吃起来非常的嚼劲。我们搭配这个是什么？我们诗坛本身它65%以上都是桂竹林在覆盖。客家人是最会吃笋的民族，然后我们再把它用炒德国酸菜的方式来呈现，搭上这个笋啊，吃起来有点脆脆的啊，软软的哦，好好吃哦。这2道菜都是我没有吃过，而且是非常特别的2道料理。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爱好分享的人，我喜欢分享我的所有的东西。那我这个有幸回到这个苗栗呢，我有一些西餐的底子，然后我就用这个来结合一些创意，也是我很大的机会，跟很有荣幸的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，这样子。突破传统，大胆尝试，文兴哥用美食实践了客家精神，不仅让我一饱口福，也让我大开眼界。